唔知大家平時放假或者星期六日，係咪都好鍾意同屋企人或者班朋友一齊北上深圳，去行下山舞，食下酸菜魚，或者揼個骨鬆一鬆呢？講真，而家高鐵或者地鐵咁方便，由西九龍出發20分鐘就到福田，由羅湖或者落馬洲過關更加係舉步之遙。北上消費簡直就變咗香港人嘅生活常態。不過，唔知你有沒有發覺，有時我哋明明已經好刻意着到好低調，甚至連一句口白，一隻廣東話都未講出口，但係一過咗深圳嗰個關口，行入到去人哋啲大商場或者行喺條條大馬路上面，身邊嗰啲深圳嘅本地街坊，甚至係商場入面嘅鋪頭店員，竟然都可以好似開咗天眼咁，遠遠一望就100%肯定你係香港人，然後即刻好熱情咁用廣東話同你打招呼。最近喺內地嘅社交平台好似小紅書、抖音上面，就有一堆深圳人同埋內地嘅網民喺度瘋狂討論，話我哋香港人全身上下好似自帶一層隱形結界咁，而且每個人身上都總會帶住一陣好獨特、好有標誌性嘅除，令到我哋無論去到邊度都會即刻現形。呢股被內地網民形容為香港味嘅神秘氣味，究竟係乜嘢嚟嘅呢？如果你以為係一啲好名貴嘅香水，或者係好濃烈嘅古龍水，咁你就真係大錯特錯啦。呢個隱形結界同埋呢浸除嘅背後真相，其實隱藏住我哋香港人幾十年嚟嘅生活習慣、公共衛生意識，仲有成個城市嗰種快到逼死人嘅節奏。呢啲刻喺骨子裏面嘅文化細節同埋生活痕跡，可以話係比身份證更加有用嘅港人名片。今日我哋就一齊嚟深度拆解下，究竟呢陣令到深圳人驚爆嘅除，到底由邊度嚟？而呢個所謂嘅隱形結界，又係由邊啲好搞笑但係又好真實嘅特徵一齊組成嘅？要講呢陣除，我哋要先由內地網民喺網上最熱烈討論嘅氣味開始講起。有好多深圳嘅路人同埋餐廳侍應生都話，香港人成群結隊咁行過去嗰陣，陣風吹過嚟，氣味同內地本地人係完全唔同嘅。佢哋話內地人身上可能比較多係煙草味，或者係好直接嘅香水味，但係香港人身上嗰股味係一種非常之自然、非常之清新，聞落去好似爽身粉或者帶有一種淡淡嘅嬰兒奶香，又好似剛剛沖完涼、洗乾淨件衫曬乾之後嘅嗰種好乾爽嘅清香。呢股味一聞落去就令人覺得好有精神，而且乾淨利落。好多內地網民都喺網上發帖跪求，問香港人平時究竟係用邊隻牌子嘅洗衣液，或者係用開乜嘢香薰，點解可以成身都散發住呢種好高級嘅乾淨感？其實呢浸除嘅真相真係非常之接地氣，講出嚟大家可能都會心微笑。呢個完全係因為香港呢個地方又濕又熱，加上我哋香港人對於個人衛生有一種近乎強迫症一樣嘅極致追求。大家可以想象下，香港到咗夏天，嗰種濕熱嘅程度真係好難忍受，出街行2步就已經成身汗。所以好多香港人養成咗一日可能要沖2次甚至3次涼嘅習慣，而最關鍵嘅原因係喺洗衫嗰個步驟度。香港嘅屋企一般都比較細，好多人屋企都未必有大型嘅露台可以晾衫，好多時都要依靠乾衣機。當大家洗衫嘅時候，通常都會落重本，不單止放大量嘅強效洗衣液，仲要加埋柔順劑，甚至近年好流行嘅衣物留香珠。當呢啲洗到香噴噴嘅衫放進去乾衣機入面用高溫烘烤過之後，嗰啲柔順劑同留香珠嘅微小香味分子就會被緊緊咁鎖死喺衣服嘅布料纖維入面。再加上好多香港人出門口之前都習慣咗要用止汗劑或者噴少少爽身粉噴霧，呢幾種味混在一起，再加上高溫乾衣之後嘅熱力餘溫，就形成咗嗰股獨一無二、辨識度極高嘅香港味。呢股味對我哋自己嚟講，因為日日聞住，可能已經習慣到完全察覺唔到，但係對於外人或者深圳嘅朋友嚟講，呢個就係最直接、最能夠代表香港人注重衛生、生活規律嘅隱形名片。除咗呢浸香噴噴嘅洗衣液除之外，香港人身上仲有另一種形式嘅除，嗰種就係我哋嘅穿搭風格，內地網民稱之為山系穿搭或者去行山嘅標配。你只要去一趟深圳地鐵，或者去到深業上城、萬象城呢啲香港人北上嘅熱門商場，
你放眼望過去，只要見到有個人，佢嘅穿搭係完美符合以下呢個公式嘅話，咁佢9成9都係香港人。呢個公式就係一頂棒球帽，一件防風防水嘅薄風褸，一條好休閒嘅運動褲或者牛仔褲，腳上面搭住一對好舒服嘅運動鞋或者波鞋，而最重要嘅靈魂係背脊一定要孭住一個大背囊。內地網民笑埋一份，話香港人嚟深圳好似唔係嚟行商場，而係每個人都準備要去行山或者去露營一樣，甚至開玩笑話香港人係咪隨時準備要去征服深圳嘅唔同山。相比之下，深圳或者內地嘅年輕人平時去行商場嘅着衫風格會比較多元化，有時會好精緻，穿高跟鞋，着好正式嘅時裝，甚至會有好多文青風或者好誇張嘅潮流服飾。但係香港人永遠都係將實用主義同埋舒適度擺喺第一位。點解香港人咁中意孭背囊同着波鞋？因為喺香港生活，大家行路嘅運動量其實非常之大。喺香港搭地鐵，由轉線月台行到去出口，分分鐘都要行成10分鐘。而且香港人普遍覺得出門口一定要帶齊所有防身武器，背囊入面除咗要放遮、水樽、好薄嘅外套以防商場冷氣太凍之外，仲有一樣神物，係內地人一見到就會立刻斷定你係港人嘅，嗰樣嘢就係 Tempo 紙巾，仲要好多時係薄荷味或者茉莉花味嘅。內地網民話，只要見到有人由個袋度好自然咁抽一包厚厚嘅、好實淨嘅 Tempo 紙巾出嚟抹手或者抹台，完全唔使懷疑呢個100%係香港過嚟嘅同胞。講到呢度，就不得不提另一個將香港人同內地人劃分開嚟嘅隱形結界，呢個結界就係行路嘅速度。香港係一個快節奏到令人窒息嘅城市，我哋由細到大，無論係返學、返工定係放假出街，行路嘅步伐都好似同時間競賽一樣，每粒鐘好似要行幾公里咁款。呢種急速嘅步伐已經變成咗一種肌肉記憶。當香港人過咗關去到深圳之後，雖然明知自己今日係放假嚟放鬆嚟消費嘅，但係只要一踏入地鐵站或者商場，那種趕時間嘅氣場就會自動自覺咁散發出嚟。香港人在深圳嘅商場入面，通常都係行得昂首挺胸，目不斜視，腳步極快。內地網民形容香港人行路嘅時候，好似個背囊有嚿電池喺度推動緊佢哋咁，一陣風咁就喺身邊擦身而過。而深圳本地人行商場，通常都係好悠閒，慢慢行，一邊傾偈一邊睇下嘢。所以喺一堆行得好慢、好悠哉嘅人群裏面，突然間有幾個人好似開咗雙倍速咁向前衝，呢組人就係自帶趕時間結界嘅香港人啦。除咗行路快之外，香港人喺深圳街頭展現出嚟嘅眼神同埋精神面貌，都同內地人有好大嘅分別。好多深圳嘅網民觀察到，過嚟玩嘅香港人，普遍年齡層雖然可能由30幾歲到60幾歲都有，但係每個人望落去都非常之精神抖，血氣充沛。可能係因為香港人平時真係好熱愛運動，每逢放假都要去行山、跑步或者去健身房，所以就算到咗50幾歲或者60幾歲，個身形依然維持得好好，行路仲好有力量。不過喺精神抖嘅同時，香港人嘅眼神入面往往會帶着一種淡淡嘅防備心，或者係一種對陌生環境嘅小心翼翼。可能係因為兩地嘅公共空間文化有少少差異，香港人喺逼仄嘅地鐵或者商場入面，對人與人之間嘅身體距離係非常之敏銳嘅。如果有陌生人靠得太近，香港人會本能咁將個身移開少少，或者習慣性咁就一皺眉頭，屏住呼吸。而且當我哋去到一啲需要用手機數碼點單嘅餐廳嘅時候，因為內地嘅電子支付同埋小程序點餐系統發展得太快，有好多平時喺香港少用呢啲系統嘅老人家或者中年街坊，就會顯得有少少無所適從。佢哋會好緊張咁拎住部智能手機，伸長個脖子，一邊偷偷摸摸咁觀察隔離台嘅內地網民係點樣操作，一邊細聲同屋企人商量要點樣掃碼。這種帶着少少迷茫，但又好努力想融入，同時又保持住一份禮貌防備嘅眼神，亦都係香港人好容易現形嘅原因之一。講到去餐廳食飯，香港人嘅飲食習慣，
更加係將呢個隱形結界展現得淋漓盡致。大家都知深圳近年有好多好出名嘅餐飲品牌，好似探魚、泰二酸菜魚、潮汕牛肉火鍋，或者各式各樣嘅辣味條、燒烤等等。香港人去到呢啲餐廳，雖然好鍾意挑戰重口味，但係食食下，我哋靈魂深處嗰種港式健康飲食 DNA 就會突然間覺醒。內地網民就總結出一個好搞笑嘅現象，佢哋話只要一枱人坐低，點咗滿滿一枱紅油滾滾、又麻又辣嘅川菜或者湘菜之後，最後竟然仲好執着咁，一定要加點一盤完全無油、無鹽、純粹用滾水淥熟嘅白灼菜心或者白灼生菜，咁呢枱人就絕對係香港人無疑。因為喺內地人嘅飲食觀念入面，如果去食麻辣火鍋或者重口味嘅菜式，配菜通常都會直接放落去個湯底度煮，等佢吸收晒啲汁。但係香港人唔得，香港人覺得食得太多煎炸同埋麻辣嘅嘢會好熱氣，必須要有一盤清清綠綠、清清淡淡嘅白灼青菜嚟平衡返。好似食咗呢盤菜心，個人就會即刻變得健康咗，無感罪大惡極咁。呢種對白灼菜心雷打不動嘅執着，經常睇到身邊嘅內地網民一頭霧水，但係對香港人嚟講，呢個係底線，係我哋對健康嘅最後一絲溫柔。除咗食菜心之外，俾錢嘅方式都係一個好大嘅特徵。雖然而家已經到咗2026年，大部分北上嘅香港人都已經好熟練咁學識咗用微信支付、支付寶或者一啲跨境嘅電子錢包，但係如果你去到一啲比較傳統嘅小店或者街邊嘅小食攤檔，見到有一啲年紀大少少嘅阿叔或者師奶喺個荷包度掏出一張張皺巴巴嘅人民幣現金，或者好認真咁喺度掃緊啲散紙銅板，呢啲通常都係香港過嚟嘅街坊。因為香港依然是一個現金同埋八達通非常之普及嘅社會，好多老人家出門口手上面無幾百蚊現金就會覺得好無安全感。當佢哋來到呢個連乞兒都可以用二維碼乞錢嘅內地社會嗰陣，呢種對現金嘅依賴就自然成為咗一個好明顯嘅港人特徵。仲有，我哋平時同人溝通或者喺職場上嘅一些習慣，其實都一併被帶咗過去深圳。有好多在內地工作或者經常接觸香港人嘅港漂網民喺網絡上分享過一個好有趣嘅觀點，佢哋將香港同事或者香港嘅顧客比喻為遊戲入面嘅 NPC， 意思係話香港人身上有一種固定而且高度重複嘅行為模式。例如我哋在說話嘅時候，好鍾意條件反射咁夾雜一啲英文字，好似話呢個項目好緊要，你要去 check 下，呢個方案好似有啲 problem。或者去到餐廳會問侍應生可唔可以俾個 menu 我睇下。這種港式英語嘅夾雜唔係因為想炫耀，而係因為香港由細到大嘅教育同埋工作環境，令到呢啲單字已經變成咗口頭禪。而且香港人有一套自己嘅系統性回覆。當我哋遇到一啲唔係好同意嘅意見嘅時候，我哋好少會好直接、好大聲咁同人爭拗。通常都會保持住一個好客氣但係又好疏離嘅微笑，然後同對方講：你諗清楚先，或者唔好意思，我諗住咁樣好似唔係幾好喎。如果想結束話題嘅時候，就會好連貫咁講一句 OK， 好啊，咁先啦。這種既有禮貌，但又好似有一道無形牆壁將你隔開嘅社交禮儀，再崇尚熱情、直爽、大碗喝酒大塊吃肉嘅內地北方人或者部分內地網民眼中，就係一種好典型嘅香港式隱形結界。甚至有內地嘅網民觀察得仲仔細，連香港人嘅髮型都研究埋一份。佢哋話，雖然而家好流行韓式嘅阿伯髮型，或者內地好流行嘅一啲寸頭、油頭，但係有好多香港嘅中年男士或者後生仔，依然對90年代日韓流行過嘅那種有少少層次感，甚至帶少少碎髮嘅經典髮型情有獨鍾。而香港嘅女仔呢，就普遍比較鍾意日系嘅簡約職場風，好似着一件好乾淨嘅純色襯衫，一條剪裁好好嘅闊腳褲，行路嘅時候腰桿挺得特別直，散發出一種獨立、自信而且好優雅嘅職業女性氣質。呢種氣質同內地近年好流行嘅一啲網紅風或者好精緻嘅網紅妝容，有着好明顯嘅線條區隔。不過講到最搞笑、最令深圳人覺得有共鳴嘅一個特徵，其實係香港人嘅公德心同埋對規則嘅遵守。
有好多深圳嘅地鐵保安同埋商場清潔工都反映，香港人雖然行路快，成日趕時間，但係排隊嘅意識係非常之強嘅。無論係等電梯、等開飯落單，定係在關口排隊過關，香港人都會好自覺咁排成一條直線，好少會見到有港人去插隊。而且喺公共地方，香港人說話嘅聲浪普遍會刻意壓低。如果你在一個好嘈雜嘅餐廳入面，突然聽到隔離台有一家人，明明係用廣東話傾緊偈，但係佢哋嘅聲音只係啱啱好夠自己台嘅人聽到，完全唔會打擾到周圍嘅人，甚至食完飯之後，仲會好順手咁用剛才提到嘅 Tempo 紙巾，將自己台上面倒瀉嘅湯汁抹乾淨，先至施施然離開。呢種對公共空間嘅尊重，以及唔想帶給別人麻煩嘅心理，就是香港人最值得該傲嘅隱形結界。其實，不論是身上那浸乾淨嘅洗衣液錘，身上孭住嘅實用背囊，雷打不動嘅白灼菜心，定係行路好似開咗雙倍速嘅步伐，呢啲內地網民眼中嘅香港人特徵，背後反映出嚟嘅，其實就係最真實、最立體嘅香港故事。香港呢個城市，在過去嘅幾十年入面，經歷過無數次嘅經濟轉型同埋風風雨雨。我哋喺呢個快節奏、高密度嘅環境入面長大，養成咗高效率、講求實用、注重個人衛生同埋尊重合約精神同社會規則嘅生活態度。我哋行路快，是因為我哋習慣咗同時間賽跑，要在最短嘅時間之內創造最大嘅價值。我哋着波鞋同孭背囊，是因為我哋腳踏實地，隨時準備好要應付生活上嘅各種挑戰。我哋對公共衛生同埋禮貌有種執着，是因為我哋深知在一個如此擁擠嘅城市入面，只有每個人都自律，都保持適當嘅社交距離，大家先可以生活得舒服同埋有尊嚴。所以，當深圳嘅網民用放大鏡去打量我哋，話我哋自帶隱形結界，過關就現形嘅時候，大家千萬唔好覺得呢個係一種嘲諷或者貶義。相反，呢個其實是兩地文化在頻繁交流同碰撞之下，產生出嚟嘅一種非常之有趣，而且非常之真實嘅社會觀察。深圳嘅本地街坊同埋店員，之所以一聞到呢股味，一見到呢個背囊就即刻轉用廣東話同你打招呼，其實正正代表住兩地嘅融合已經到咗一個非常之親密嘅階段。人哋冇排斥你，反而係用一種好包容、好幽默嘅心態，去接納同埋欣賞香港人呢種獨特嘅生活印記。下次大家再過關去深圳嘅時候，不妨在行商場或者搭地鐵嘅時候，偷偷地留意下身邊嘅同胞，或者聞下自己件衫上面嘅氣味。你會發現，原來我哋習以為常嘅生活小細節，在別人眼中竟然係一幅咁得意嘅風景畫。帶住呢份屬於香港人嘅勤奮、自律、注重衛生嘅生活標籤，無論去到邊度，我哋都可以好自信咁行出我哋自己嘅步伐。因為呢浸除，呢個隱形結界，並不是什麼見不得光嘅秘密，它恰恰就是最真實、最有人情味，而且最值得我哋自豪嘅香港人精神。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不知道大家平常去超市或者便利商店是不是也跟我一樣，看到包裝上寫着產地直送、在地鮮乳，或者蛋糕上面寫着生乳券，就會告得這一定是最天然、最純正，剛從乳牛身上擠出來的頂科美味。我們每個人在買這些乳製品的時候，心裡想的瓦面可能都是一片綠油油的牧場，乳牛在草地上散步，然後酪農親手擠出新鮮的牛奶，接着用最快的速度送到我們手上。但是今天這集內容可能會徹底顛覆你對牛奶的認知。你有沒有想過，那些吃起來濃郁無比的生乳卷，裡面真的有生乳嗎？你天天喝的台灣在地鮮乳，背後到底隱藏了多少你不知道的加工秘密？我們今天就來把這個乳業包裝出來的國王新衣給一件件脫掉。我們先從最近幾年紅透半冰天的生乳卷開始說起。不管是哪一家烘焙名店，只要推出生乳卷，主打那種入口即化，像是剛擠出來的牛奶一樣清爽卻又濃郁的鮮奶油，大家就會瘋狂排隊去買。很多人心裡一定會過得，生乳卷之所以叫生乳卷，那裡面的內涵肯定是用最新鮮的生乳做的。如果你也是這樣想，那你就真的太天真了。在食品法規和烘焙業的真實操作裡，生乳這兩個字
跟我们一般大众理解的完全是两码子事。什么叫做生乳？根据最严格的标准，生乳指的是从健康乳牛身上挤出来，完没有经过任何加液、撒菌、菌汁或者添加任何成分的原始乳汁。这种刚挤出来的生乳里面含有非常多的生菌，如果没有经过立刻的冷藏和杀菌，在常温下不用几个小时就会化掉。那么请大家动脑筋想一想，如果生乳卷里面用的真的是这种完全没有加工过的生乳，高铁和物流车要怎么运送？面包店的师傅要怎么在厨房里搅拌？更不用学，如果没有经过高温杀菌，这种生乳直接做成甜点给消费者吃，里面要是含有致病菌，那可是会吃出大问题的。所以市面上所有的生乳卷里面包的绝对不可能是真正的生乳。那它为什么敢叫生乳卷？这其实就是商业行销上最厉害的文字游戏。这里的生乳通常指的是它使用的内行来源是由日本或者其他地方进口的鲜奶油，或者是强调它具有生乳般清爽的风味。这些鲜奶油是经过工厂高度加工，分离脂肪，高温杀菌，包装之后再漂洋过海运到台湾来的。烘焙业者把这种内涵包在蛋糕里，取名叫生乳卷，利用的就是一般人把生乳跟新鲜、天然画上等号的心理障碍。你以为你吃进去的是牧场的天然纯净，但实际上你吃进去的是食品工业精准调配出来的高脂肪鲜奶油。这不是说它不安全，它很安全，也很美味，但它绝对跟你想象中那种验剂的生乳没有半毛钱关系。学完了甜点，我们再来聊聊大家每天早上面对的重头戏，也就是鲜乳。在台湾，很多家长为了小孩子的健康，每天早餐一定会准备一杯鲜乳，而且一定要印明包装上有一个小牛贴纸的标章，过得这才是真正台湾在地生产新鲜健康的鲜乳。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你花大钱买的台湾鲜乳其实本质上也是一种加工奶，你一定会告得我在胡说八道，对不对？大家普遍对牛奶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因为鲜乳就是天然的，而保酒奶、调味奶或者奶粉就是加工的，是不新鲜的。这种二分法完全是乳业长期以来行销灌输给我们的观念。事实上，在现代食品工业里，只要是你在商店能买到的牛奶，全部都是加工奶，没有例外。我们来看看一瓶鲜乳从乳牛身上被制出来，到最后放在超市架子上，中间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当老农把牛奶从牛这身上挤出来之后，这个时候的牛奶叫做生乳。生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不稳定，每一整牛今天心情好不好，吃的是哪一种牧草，有没有多喝水，都会直接影响到今天摘出来的牛奶脂肪含量和蛋白质比例。如果直接把这种生乳装瓶拿去卖，你今天喝到的牛奶可能很浓，明天喝到的可能淡得像水一样。对于追求商誉和标准化的乳品大厂来说，这种品质不稳定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所以生乳进到工厂的第一步不是杀菌，而是进行一个叫做均质与标准化的过程。什么叫做标准化？就是工厂会把所有收购来的生乳全部放进大型的分离机里面，把牛奶里面的乳脂肪和脱脂乳完全分开。分开之后，再根据国家标准或者是工厂自己确定的黄金比例，把脂肪重新加回去。这也就是为什么不管你在哪一个季节、哪一个月份买同一家品牌的鲜乳，喝起来的味道、浓稠度永远都是一模一样，因为那个完美的比例是机器重新调配出来的。在标准化的过程中，多出来的乳脂肪会被拿去做成奶油或者鲜奶油，这也就是刚才提到的生乳卷内行的原料来源。而脂肪不够的时候，工厂甚至会加入脱脂奶粉或者浓缩乳蛋白来调整。看到这里，你玩过的你喝到的鲜乳是完全原汁原味，没有经过任何人工调整的天然产物吗？它其实早就被重新拆解又重新组合过了。做完标准化之后，紧接着就是最重要的步骤，那就是杀菌。生乳如果不杀菌是不能卖的，而在台湾，绝大多数的鲜乳大厂采用的杀菌方式叫做超高温短时间杀菌法。这个方法通常是用摄氏120度到135度的高温，连续加液2秒到5秒钟。这种超高温杀菌法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副作用，那就是会让牛奶产生一种特殊的焦糖化反应，也就是台湾人非常熟悉的浓、醇、香。很多人总觉得台湾的鲜乳喝起来特别浓郁，甚至有一股甜甜的奶香味，而国外的牛奶喝起来就淡得跟水一样。因此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台湾的鲜乳比较新鲜，品质比较好。这真的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国外像是欧美地区的鲜乳，很多是采用巴氏杀菌法，
也就是用比较低的时干和温度，大约是摄氏72度，加液15秒。这种低温杀菌法可以保留牛奶最原始的风味，但缺点是保存期限非常短，而且喝起来不会有那种超高温加液出来的焦糖香气。台湾人因为长期喝炸惯了超高温杀菌所产生的焦糖味，误以为那种味道就叫做浓郁和新鲜。乳品大厂也顺水推舟，在广告中不断强化浓、醇、香的形象。但事实上，那种浓郁的口感和香气，其实是牛奶在高温加工下，蛋白质和糖类受液变性所产生出来的熟食风味。问句话说，你觉得好喝、新鲜的关键，恰恰是因为它经过了更强烈的加液加工。这就带来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既然台湾鲜乳的浓、醇、香是透过超高温杀菌加工出来的，那么它跟保酒奶到底有什么区别？保酒奶的杀菌温度通常更高一点点，或者加液时干更强一些，并且采用完全无菌的包装，所以可以在常温下放好几个月都不会化。而鲜乳因为包装环境和温度的关系，即便经过超高温杀菌，还是需要全程冷藏，而且只能放10几天。如果你从营养成分来看，鲜乳和保酒奶的蛋白质、块质几乎是没有差别的。但是因为台湾的消费者在观念上把冷藏跟新鲜挖上等候，把常温跟不新鲜有添加防腐剂挖上等候，导致鲜乳的价格在台湾被捧得非常高，而保酒奶就只能定位成次等商品。这背后其实都是消费者对加工的误解，以及乳业刻意营造的行销偏见。接下来我们要聊一个更让人震惊的话题，那就是产地直送的奶粉。很多人买奶粉的时候，看到包装上印着纽西兰纯净牧场、澳洲原装进口、100%天然乳源，就会觉得自己买到的是把当地的鲜乳直接烘焙成粉末的高科货。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在整个乳业的供应链里面，奶粉的加工过程其实比鲜乳要复杂几十倍。当新乳从纽西兰的牛身上摘出来之后，要变成你罐子里的奶粉，它必须先经过蒸发、浓缩，把水分抽掉大半，变成浓稠的炼乳状，然后再通过超大型的喷木前灶塔。这个前灶塔里面有高达摄氏200度左右的液空气，当浓缩牛奶被喷成木状射入塔内时，水分会在几微秒内蒸发，瞬间变成粉末掉落下来。在这个极度高温高压的加工过程中，牛奶原本含有的一些微量维生素和敏感的营养素早就被破坏的差不多了。所以各大奶粉品牌为了让奶粉看起来很有营养，会在最后的包装阶段重新人工添加各种维生素、矿物质、铁质、块质，甚至添加香料和麦芽糊精来调整口感。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讽刺的现实。我们在买奶粉的时候，看着包装上的纯净木床图案，心里想着这是产地直送的天然恩气，但实际上你买到的是一个经过高温脱水、结构破坏，然后再由食品工程师按照科学配方重新人工回填营养素的科技产品。它是一座食品工厂精准控制下的产物，跟大自然、跟木床的距离早就隔了108000里。但是乳业的行销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永远不会在广告里展现那些巨大的不锈钢、菌织机、超高温杀菌管道或是200度的喷木前灶塔。他们在广告里永远只会让你看到蓝天、白纹、露草，还有老农那张神识憨厚的笑脸。他们成功的让社会大众产生了一种认知，那就是加工就是不好的，加工就是不新鲜的。而为了迎合这种认知，他们在用各种好听的名字把加工的痕迹遮掩起来。像是生乳卷这个词就是最完美的包装。如果今天店家老老实实的在招牌上写超高温加工分离高脂鲜奶油蛋糕卷，你还会想买吗？如果鲜乳的包装上不写在地鲜乳，而是老老实实的写出成分经过均质化与标准化重新调配之高温焦糖化乳汁，你喝的时候还会觉得它带着大自然的芬芳吗？我们消费者往往活在自己想象的天然泡泡里，而乳业高层和行销人员则是用精准的心理活和文字游戏在保护这个泡泡不被戳破。因为只要这个泡泡在，他们就能把成本低廉、高度工业化生产的乳制品卖出高昂的溢价。我们再把视线卷回台湾的鲜乳市场，台湾的鲜乳价格在全世界是名列前茅的贵。很多人会说，这是因为台湾土地小，饲料仰赖进口，酪农生产成本高。这固然是事实，但另一个不能说的秘密，是因为台湾乳业成功的将鲜乳塑造成了一种无可替代的精神信仰。在台湾，鲜乳等同于健康，等同于对小孩子的爱，
等同于最高品质的生活。在这种强大的文化氛围下，任何跟鲜乳竞争的产品，像是保久奶、顺口长效乳，甚至是用奶粉冲泡出来的完原乳，都未被贴上次等、不健康、加工过度的标签。但如果你真正去了解食品科学，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自以为喝到的新鲜，不过是一场美味的误会，甚至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为了追求这种表面上的新鲜，我们反而付出了更多的代价。举个例子，因为台湾夏天天气炎热，乳牛的产乳量未大幅度下降，但是夏天大家想喝冰凉鲜乳的需求反而未达到高峰。在这种供需严重失衡的情况下，乳品大厂要怎么维持架子上源源不绝的鲜乳供应？这时候，冰存的生乳，之前多生产出来并冷冻保存的乳脂肪，或者是偷偷调配进去的完原乳，就成了业界公开的秘密。在法规的边缘，只要最后的成品符合国家对于鲜乳的检验标准，中间这些为了调节产量的加工手段，消费者是很难从口感上喝出来的。因为正如我前面所说的，你大脑认定的鲜乳味道，本来就是工厂用超高温杀菌帮你确定好的焦糖味，只要那股焦糖味还在，只要包装完是冰冰凉凉的，你就会心甘情愿地掏出钱来，赞叹这真是在地直送的新鲜好奶。这一切的背后，展现出来的就是现代人对于食物的集体焦虑。我们渴望天然，却又离不开工业化带来的便利与标准化。我们害怕加工，却不知道自己每天引以为傲的健康饮食，其实正是加工食品的最高杰作。乳业正是抓住了现代人的这种矛盾心理，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让我们把加工误味成不新鲜。他们让我们告得，只有躺在冷藏柜里，保存期限只有14天的牛奶才是活的，才是神圣的。而那些能够在常温下放几个月的保久奶，或者放在铁罐里的奶粉，就是死掉的，没有灵魂的。但真相是，不论是鲜乳、保久奶、奶粉，还是生乳卷里的鲜奶油，它们全都是现代食品科学的产物。它们在营养价值上的差异，远远没有它们在价格上的差异来得大。我们今天做这期内容，绝对不是要叫大家从此不要喝牛奶，不要吃生乳卷。相反地，我自己也常常买生乳卷来犒赏自己，每天早上也炸罐来一杯香浓的牛奶。加工并没有错，加工是人类文明的大进步。如果没有均质化，我们喝到的牛奶为溅满大块的脂肪，口感极差。如果没有超高温杀菌，我们可能随时会因为喝到牛隻身上的不氏杆菌而生重病。如果没有喷雾前造技术，那些缺乏新鲜乳源地区的婴儿就无法获得稳定的营养补充。加工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对加工一无所知，却又盲目的崇拜天然。当我们因为缺乏常识，把业者精心惬意的加工风味当作天然的标准时，我们就失去了理性判断的能力，只能任由行修话术牵着鼻子走，花了很多冤枉钱，还以为自己占到了健康。所以下次当你再度走进超市，站在琳琅满目的冷藏柜前，看着那些印住乳牛、牧床、产地直送的鲜乳包装，或是去到甜点店，看到经济柜子里摆着高贵的生乳卷时，我希望你的耐心能够多一份清醒。你可以依然买下它，依然享受它带给你的美味和幸福感，但你的心里会明白，这美味不是来自于大自然的魔法，而是来自于无数不锈钢管道、精密的温度控制，以及食品工程师们日以继夜的精准调配。当你能够看穿这些行修背后的科学真相，你才算真正掌握了食物的自主权，不再被那些漂亮的形容词给迷惑。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乳业真相。希望这集内容能让你在下一次喝下那口浓醇香的牛奶时，多一分不同的思考與樂趣。我們今天就聊到這裡，下次見。如果你以為喺香港開有限公司，生意失敗咗最多就係公司清盤，自己最多無咗層樓或者無晒啲打工儲落嘅本金，咁你就真係太天真，太睇輕商業社會最殘酷嘅一面啦。最近地產界同財經界發生咗一單令人非常痛心，同時又震驚全港嘅商業悲劇。樂豐集團創辦人兼主席周沛然喺佢九龍城嘅寓所入面，懷疑因為頂唔順沉重嘅財政壓力，最後選擇咗行上絕路，離世嘅時候只有43歲。呢位曾經白手興家，將一個細細地嘅房地產項目做到坐擁接近100億投資額嘅女強人，喺今年3月嘅時候，竟然被5個債權人入稟高等法院呈請個人破產。更加恐怖嘅係，就算人已經行咗，
佢旗下嘅樂豐資本第二日即刻被債權人呈請清盤，跟住仲有債權人入稟追討一筆由樂豐集團做擔保，面額高達2億830萬港元嘅債券欠款。呢一幕幕人走債未了嘅法律追擊，將無數中小企老闆甚至係普通市民一直忽略嘅終極炸彈徹底引爆。呢個炸彈就叫做個人擔保。好多人都會問，既然係開有限公司，唔係有限法律責任保護㗎咩？點解最後會搞到債主可以直接申請老闆個人破產，連份人走咗都仲要繼續喺法庭追訴？其實呢個就係香港金融界同商業社會運作嘅最大潛規則。今日我就同大家一齊拆解周沛然案背後隱藏嘅毀滅性代價，同埋睇清依家香港銀行同金融機構 call loan， 即係俗稱抽後腿或者提早收回貸款嘅底牌。如果大家自己做生意，或者打算同朋友合夥投資，又或者你只係幫緊公司做緊董事或者簽緊一啲租約、貸款合同，今日呢篇內容隨時可以幫你喺危急關頭保住條命。我哋首先要明白咩叫做個人擔保。喺法律層面上，有限公司同你個人係兩個完全獨立嘅法定實體。理論上，公司借錢，如果公司冇錢還，銀行或者債主最多只可以將公司清盤，拍賣公司嘅資產，而股東或者董事嘅個人資產係受到有限責任保護，唔會被牽連。但係大家要諗下，香港嘅銀行同財務機構精過鬼，佢哋開門做生意，點會咁輕易同你承擔呢個風險？當你間公司去銀行申請一筆中小企貸款，或者去租一個幾十萬一個月嘅鋪位，又或者向基金、債權人發行債券集資嘅時候，銀行同債主望到你間公司嘅資產負債表，往往都會加一條條款，要求公司嘅大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以個人名義簽署一份不限金額或者固定金額嘅個人擔保書。一旦你簽咗呢張紙，你就等於對銀行或者債主作出咗一個終極承諾，就係如果公司還唔到錢，你就要用你個人名義之下所有嘅財產，包括你名下嘅私人物業、股票、銀行儲蓄，甚至連你老豆母校幫你買嘅基金或者名牌手錶，無上限咁去幫公司孭呢條債。換句話說，個人擔保呢4個字，直接將有限公司嘅有限責任防禦罩當場撕碎，將你打回原形，變成無限責任。周沛然當年創業嘅時候，單靠爸爸借出嘅250萬港元打本，喺2012年創立咗樂豐集團。佢當時靠住好前衛嘅輕資產模式，即係自己唔出晒所有賣地嘅錢，而係扮演項目經理嘅角色，幫一班專業人士、大學教授或者地產代理去尋找重建項目、管理收購同埋策劃拆售，從中收取管理費同表現費。喺以往低息環境，香港樓市日日升嘅黃金年代，呢個模式簡直係無往不利。截至2021年，樂豐集團已經成功完成了26個項目，涉及工廈活化、舊區商廈同埋住宅重建等等，投資額高達接近100億。除咗地產，佢仲進軍餐飲業，創辦咗大家去旺角或者大角咀都好可能食過嘅楚撚記大排檔。表面上睇，Carol 周沛然係一個擁有過億身家、出入上流社會嘅地產女強人。但係地產呢行最講求嘅就係資金鏈同埋高槓桿。當去到近年，香港嘅利率跟隨美國瘋狂加息，全球經濟環境逆轉，本地樓市同寫字樓市道出現了歷史性嘅調整。輕資產模式嘅死穴即刻暴露咗出嚟，因為當項目出現利息支出暴增、物業估值暴跌或者賣唔出嘅時候，背後嘅債務壓力就會好似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大。今年年初，樂豐集團旗下位於大角咀、估值高達19億8千萬港元嘅甲級商廈項目 One Bedford Place， 因為未能如期清還貸款，正式淪為銀主盤，被接管人接管。呢個就係香港地產界近年最驚心動魄嘅一幕。當你一個接近20億嘅旗艦項目被銀行沒收，變做銀主盤嘅時候，就代表公司嘅資金鏈已經徹底斷裂。當一間公司嘅旗艦資產被接管，所有嘅債權人就會好似聞到血腥味嘅鯊魚一樣，集體湧上嚟。點解呢？因為所有嘅借貸合同、債券條款入面，都一定會寫明一條叫交叉違約嘅條款。意思即係話，只要你喺銀行或者債主嗰度還唔到錢出現違約，
咁即使你喺 B、C、D 銀行嗰度仲準時供緊款，其他銀行同債主都有權判定你已經喪失還款能力，可以即時要求你全數清還所有貸款。呢個時候，銀行同債主嘅底牌就翻開啦，呢張底牌就係 call loan。好多人以為只要我每個月準時供款，銀行就無權收回貸款。呢個係大錯特錯。喺香港所有商業貸款，甚至係個人物業按揭嘅合約入面，都寫明銀行擁有絕對酌情權，可以喺任何時候，無需任何理由，要求借款人立即清還貸款。這條條款喺行內俗稱萬能詞。銀行點解要 call loan？因為銀行都要向股東交代，要做好風險管理。當銀行發現你作為發展商或者借款人，旗下嘅大項目已經變咗銀主盤，或者發現物業嘅最新估值已經跌穿咗貸款額，出現咗俗稱資不抵債嘅情況，銀行嘅內部合規同風險控制部門就會亮起紅燈。佢哋最驚嘅就係排喺後面資不抵債，到時連渣都冇。所以邊個行步先，邊個就有機會攞返最多嘅錢。當樂豐集團嘅資產唔夠還嘅時候，債主同銀行最直接、最殘酷嘅手段，就是啟動當初周沛然簽落嘅個人擔保。於是喺今年3月4日，5名債權人聯合向香港高等法院提交破產呈請，要求法庭宣告周沛然個人破產。大家想象下呢種精神壓力，原本一個喺商界呼風喚雨、帶領8億王國嘅女性，突然之間發現自己名下所有資產可能要被清盤，自己可能要面臨破產嘅恥辱，甚至喺離世前1星期，佢同朋友透露公司有巨大嘅財政壓力，仲可能要承擔刑事責任。雖然佢當時話自己唔會尋死，但係去到5月12日，最終都係跨唔過呢個心理關口，喺睡房燒炭身亡。更加令人唏噓同警醒嘅係，人走咗，債務竟然未了。喺佢離世之後，債權人賈耀東隨即入稟高等法院呈請樂豐資本清盤，法庭將案件排期去到今年8月5日處理。而另外一間公司亦都入稟高等法院，指出早前購買了2項由樂豐集團擔保，本金合共大概港幣2億830萬元嘅1年期擔保債券，雖然在到期日後收回了接近8890萬港元嘅還款，但係至今仲有接近1億3000萬港元嘅本金同利息未清還。依家正式要求法庭下令樂豐集團履行擔保責任，代為償還所有欠款，外加每年高達20%嘅遺債利息。睇到呢度，好多人可能會心寒，一個人的生命已經結束了，點解法庭嘅官司、債主嘅追討仲可以繼續？呢個就牽涉到香港遺產繼承同債務清償嘅法律機制。喺香港法例之下，當一個人離世之後，佢個人名下所有嘅資產、物業、銀行存款都會自動變成佢嘅遺產，而佢生前所簽落嘅所有個人擔保、個人債務，並唔會隨住佢嘅離世而一筆勾銷，呢啲債務會變成遺產嘅負債。意思即係話，周沛然生前簽落嘅個人擔保，債主依然有權向佢嘅遺產執行人或者遺產管理人追討。如果佢留落嚟嘅個人資產、物業價值1億，但係佢生前做個人擔保欠落嘅債務高達2億，咁遺產管理人就必須先將這1億嘅資產變賣，全部攞去還俾債主。還完之後，如果仲差1億，咁遺產就會處於資不抵債嘅狀態，債主冇得再逼佢嘅仔女或者家人用自己嘅私房錢去填數，因為香港無負債子還或者妻債夫還嘅法定條例。但係 Carol 生前奮鬥咗10幾年，白手興家儲落嚟打算留俾家人嘅財富，就會因為呢啲個人擔保喺法律程序入面被洗劫一空，乜都留唔到。呢個就係個人擔保最毀滅性、最殘忍嘅代價。周沛然案絕對唔係單一事件，佢反映緊依家整個香港商業社會、地產界以至中小企正面臨嘅巨大完美風暴。喺以前利息低到接近0，資產價格只升唔跌嘅時候，大家都覺得簽個人擔保冇問題，反正項目一轉手賺幾千萬，舊樓收購完拆售又賺幾億，借銀行1億，物業升到2億，驚咩？個個老闆都覺得自己係股神，係地產大亨，簽字嘅時候連條款入面啲細字都費事睇。
但係當潮水退去嘅時候，你先知道邊個無着褲。高槓桿、輕資產喺升市嘅時候係放大利潤嘅神器，喺跌市嘅時候就係將你推落萬丈深淵嘅推手。我哋普通人或者中小企老闆可以從中學到咩深刻嘅教訓？第一，永遠唔好盲目相信有限公司呢4個字可以做你嘅絕對防雨傘。好多人出嚟開公司，以為成立一間1萬蚊註冊資本嘅有限公司，出去同人簽合同，向供應商賒貨或者去租鋪，萬一生意失敗，拍拍屁股清盤就搞掂。你咁諗就真係太天真。今日嘅商業社會，大至幾十億嘅地產項目，細至一間街坊茶餐廳、一間美容院嘅商鋪租約，業主同債主都學精晒。依家香港好多大發展商嘅商廈或者商場，你用有限公司名義去租，佢哋開出嘅條件之一，就是要求公司董事簽署一份個人擔保書，確保如果你間鋪執笠，做唔住中途離場，業主有權直接向你個人追討餘下租期嘅所有租金。好多開餐廳嘅朋友就係因為簽咗呢種租約嘅個人擔保，最後餐廳蝕咗100萬執笠，但係業主打官司向佢個人追討2年嘅剩餘租金高達幾百萬，逼到佢要申報個人破產。第二，你必須看清銀行在面對危機時嘅底牌同埋冷血本質。好多人覺得我同某一間銀行合作咗10幾年，平時每年做幾千萬營業額，經理同我稱兄道弟，銀行應該好支持我。大家要明白，銀行從來都唔係慈善機構，銀行最中意做嘅事係錦上添花，最擅長做嘅事係雨天收傘。當經濟環境好，你唔欠錢嘅時候，銀行經理日日打電話俾你，跪求你借錢，利息幾低都得。但係一旦大環境轉差，你同行業嘅其他公司開始出現問題，或者你名下抵押俾銀行嘅物業估值下跌，銀行嘅自動風險管理系統就會無情地啟動。當銀行開始 call loan 嘅時候，佢哋係唔會同你講人情、講歷史嘅，佢哋會好冷靜地翻開合約，用合約入面嘅絕對酌情權或者交叉違約條款，要求你喺14天甚至7天之內全數清還所有貸款。如果你還唔到，佢哋就會立刻啟動接管程序，將你辛苦建立嘅物業變成銀主盤拍賣。如果拍賣完嘅錢唔夠填補貸款差額，佢哋就會毫不猶豫地啟動你當初簽落嘅個人擔保，入稟法院呈請你個人破產。喺銀行嘅眼中，你唔係一個有血有肉、有理想嘅企業家，你只不過係資產負債表上面嘅一串數字同埋風險評級。第三，要學識點樣喺簽署任何商業合約時保護自己，特別是關於擔保嘅部分。如果你避無可避，一定要簽個人擔保先可以攞到融資或者租到地方，你必須要爭取設定擔保上限。好多人簽個人擔保，貪方便簽咗一份叫無限額擔保嘅文件，這代表只要公司欠幾多，你就要孭幾多，金額可以隨住公司借貸增加而無限上升。聰明嘅做法係，你必須同銀行或者債主談判，將個人擔保嘅金額鎖死一個上限。例如，公司借1000萬，你個人擔保嘅上限最多係300萬或者500萬。咁樣即使公司全軍覆沒被清盤，你個人最大嘅損失同埋法律責任都已經被圈定喺一個你頂得順嘅範圍之內，不至於要你拿出全副身家，甚至搞到要破產。另外，如果公司有幾個合夥人、幾個大股東，簽個人擔保嘅時候，千萬不要簽一啲叫共同及個別法律責任嘅擔保條款。呢個詞彙喺法律上叫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y。好多人以為我哋有3個股東，公司欠900萬，每人分擔300萬，好合理啊。錯，共同及個別法律責任嘅真正意思係，債主或者銀行有權向你們3個人一齊追900萬，或者佢哋可以貪方便，單獨向你們3個人之中最富有、最資產厚嘅嗰一個，全數追討900萬。換言之，如果你另外2個合夥人一早將資產轉移，或者無錢還宣告破產，債主就會將所有嘅矛頭同火力集中喺你一個人身上，要你一個人幫全公司、幫其他人填晒900萬呢條大坑。好多人就係因為唔明呢個法律條文嘅陷阱，
最後被合夥人出賣或者連累，自己一個人孭起咗整間公司嘅毀滅性債務。周沛然案嘅發生，無疑是為香港依家所有喺商界打拼或者正準備大展拳腳嘅人敲響了一個沉重嘅警鐘。2026年嘅今天，香港嘅商業環境已經同10年前、20年前完全唔同。以前靠膽識、靠高槓桿、靠瘋狂借貸買地重建就可以白手興家變百億富豪嘅神話，喺高利息、資產價格重組嘅新常態之下，已經正式破滅。依家商業社會比拼嘅唔再係邊個衝得快、邊個槓桿高，而係邊個嘅資金鏈安全、邊個嘅風險管理做得夠徹底。當你在商場上高歌猛進，望住公司營業額不斷翻倍，旗艦項目一個接一個落成嘅時候，請你每隔一段時間靜落嚟翻開你保險箱入面或者律師樓入面你曾經簽過字嘅文件，數一數，你究竟以個人名義簽咗幾多份個人擔保書？每一份個人擔保書都係一條綁喺你腳上面嘅無形鎖鏈。當晴空萬里嘅時候，你覺得條鎖鏈好輕，無阻你奔跑，但係當金融海嘯、暴風雨突然嚟到嘅時候，呢條鎖鏈就會變成一塊千斤巨石，直接將你拉入海底。商業世界本來就係殘酷嘅，適者生存。做生意有賺有蝕，原本地產項目淪為銀主盤、公司清盤，都只不過係商業遊戲嘅一部分。但係如果因為個人擔保搞到人走債未了，連自己寶貴嘅生命都犧牲埋，留俾家人無限嘅悲痛同埋沒完沒了嘅法庭官司，咁樣嘅代價真係太大太沉重啦。希望大家睇完今日周沛然案嘅拆解，能夠真正睇懂個人擔保嘅毀滅性代價，同埋香港銀行 call loan 嘅冷血底牌。喺未來嘅日子入面，無論做任何投資、簽任何文件，都要打醒12分精神，量力而行，保護好自己同家人嘅最後防線。唔好俾一時嘅輝煌沖昏頭腦，因為喺商場上面能夠活到最後、笑到最後嘅人，先係真正嘅贏家。啱啱喺深圳返嚟嘅朋友，或者平時有留意開大灣區消息嘅街坊，最近呢1-2個月應該都俾網上鋪天蓋地嘅騙賊曬屏。你想象一下，前一晚仲係密密麻麻，好似非洲大草原遷徙咁湧出嚟，俾人叫做奪命叢林嘅深圳街頭，喺踏入2026年4月嘅某一個深夜之後，竟然好似變法術一樣，一朝早起身，成條街清空晒。平時喺行人路、馬路邊好似打游擊咁衝嚟衝去，必叫個不停嘅幾百萬架電動單車，即係深圳人俗稱嘅電雞，一夕之間銷聲匿跡。嗰種冷清同空曠，令到好多習慣咗日日同電雞生死時速嘅深圳市民，一時間都反應唔過來，以為自己去錯咗第二個城市。呢個絕對唔係誇張，亦都唔係拍緊科幻片，而係啱啱喺4月份全深圳雷霆反擊，正式引爆嘅一場電雞中極大清場。今次深圳政府出手之狠、速度之快、範圍之廣，可以話係前所未有。一夜之間將昔日亂成一團嘅叢林塞車變成空城，背後直接牽涉到成個深圳估計超過800萬名電雞車主嘅生計同出行方式。呢800萬人依家真係欲哭無淚，大家喺網上炒到上天，有人拍手稱快，話深圳終於可以重獲一個國際大都市應有嘅體面同尊嚴。但係亦都有無數基層市民同外賣仔欲哭無淚，質疑咁樣一刀切到底係維持治安，定係將普通人嘅生存空間趕盡殺絕？要明白呢場2026年的4月風暴點解會搞到咁大鑊，我哋首先要將時間倒流，睇下深圳呢座城市過去呢10幾年到底同電雞結下咗乜嘢宿怨。深圳作為中國經濟發展最快、人口密度極高嘅一線城市，佢嘅公共交通網絡雖然話起得好進步，地鐵一條接一條咁開，但係始終解決唔到所謂嘅最後1公里問題。由屋企行去地鐵站，或者由地鐵站去辦公室，如果行路要行成20分鐘，大熱天時真係出晒汗。於是喺過去呢10-8年裏面，電雞就以一種野蠻生長嘅姿態，迅速佔領咗深圳嘅大街小巷。由10幾年前可能得幾十萬架，發展到前2年官方統計都承認嘅400-500萬架，而坊間估計加上冇登記嘅黑戶車，總數一早已經突破咗800萬架。
800萬架係乜嘢概念？即係全香港總人口加埋都冇咁多架車，但係佢哋就逼晒喺深圳呢個咁細嘅城市空間裏面。呢800萬架電雞喺過去幾年，將深圳嘅道路變成咗一個名副其實嘅奪命叢林。如果你喺過去1-2年去過深圳羅湖、福田或者龍灣呢啲中心區，你一定會感同身受。只要你一踏出地鐵站或者上過馬路，你就會發現自己好似身處喺一個立體嘅障礙賽戰場裏面。無數嘅電雞唔單止喺馬路最側邊行，佢哋仲會成群結隊咁衝上行人路，同啲行緊路嘅阿媽、推緊 BB 車嘅家長，仲有返學放學嘅小學生爭條路嚟行。最恐怖嘅係呢啲電雞速度極快，好多車主為咗趕時間，私自將架車改裝，將原本國家標準規定最高時速25公里嘅上限，偷偷地改到可以踩到時速50公里甚至60公里。喺狹窄嘅行人路上，一架重達幾十公斤、時速50公里嘅鐵吉搭喺你身邊貼身擦過，仲要不斷瘋狂咁按喇叭，嗰種滋味真係令人心驚肉跳。更唔好提班外賣騎手，佢哋為咗生活，為咗平台上嗰1-2分鐘嘅倒數計時，基本上係將生死置之度外。逆線行車、衝紅燈，喺各條行車線之間打斜穿插，甚至喺天橋行人路上開到飛起，呢啲喺深圳基本上係日日上演嘅家常便飯。根據深圳交警過去公布嘅數據，攝電雞嘅交通事故死亡人數一度佔咗全深圳交通事故總死亡人數嘅40%以上。換句話講，喺深圳揸車或者行路，最大嘅生命威脅唔係來自大貨車或者私家車，而係呢啲無孔不入、完全唔守規矩嘅電雞。除咗交通混亂，更致命嘅係消防安全隱患。因為好多人買嘅係劣質電池，或者為咗續航力去非法改裝加大電池。過去幾年，深圳發生咗無數宗因為電雞喺樓梯底、屋企入面充電而引發嘅衝天大火。只要幾秒鐘，成個樓梯坑就會充斥住有毒嘅黑煙，甚至喺短短2-3年間就奪走咗好多條無辜嘅生命。呢種奪命叢林嘅狀態，令到好多唔揸電雞嘅普通市民積怨已久，大家日日喺網上投訴，要求政府一定要嚴厲整頓。於是嚟到2026年嘅4月，深圳政府終於忍無可忍，決定祭出史上最嚴厲、毫無妥協空間嘅雷霆禁令。今次嘅行動點解會叫做一夜清場？因為以前政府搞整頓，往往都係搞下宣傳，喺路口查下牌，罰下20蚊、50蚊，過1-2條街班車主又故態復復。但係今次4月嘅新政完全唔同。政府採取咗全方位、立體化嘅圍剿策略。首先，佢哋直接由源頭切斷，聯同工商部門挨家挨戶去查全深圳所有嘅電雞銷售店同維修鋪。只要發現邊間鋪頭幫人私自改裝電池或者解鎖時速限制，直接封鋪兼罰到你破產。跟住，交警同城管聯合出動，喺全深圳成千上萬個路口設下重兵卡。今次唔再係口頭警告，只要你架車無牌，或者牌照過期，或者有任何改裝痕跡，交警會即時扣車，甚至直接拉走拖去廢車場。最絕嘅一招係政府將整頓嘅魔手延伸到社區同寫字樓嘅物業管理。政府落咗死命令，所有住宅小區、商業大廈、科技園區嘅保安同物業管理人員必須負起主體責任。只要發現有電雞想駛入小區或者寫字樓範圍，一律嚴禁入內。甚至乎好多物業公司喺大堂、電梯口裝晒智能監控系統，只要你推部電雞或者拿舊電雞舊電池想入物業電梯，部電梯就會自動報警兼鎖死，連門都閂唔到。咁樣一搞，全深圳幾百萬個電雞車主突然間發現自己架車變成咗過街老鼠。喺條街度揸會俾交警捉，反到屋企屋苑唔俾入，唔俾停泊，更加唔使指望可以充電，反到公司、寫字樓物業將你拒之門外。即係話，你就算冇喺條街度俾人沒收架車，你架車依家都變成咗一堆無處容身嘅廢鐵。正正係因為呢種鋪天蓋地、毫無死角嘅執法，喺4月份短短幾個星期之內，深圳街頭出現咗極之震撼嘅一幕。
原本每逢返工放工時間，黑壓壓一片好似黃蜂出動咁樣嘅電雞大軍，突然間全部蒸發晒。好多原本塞到水泄不通嘅主幹道路口，依家望過去一清二楚，只有整齊嘅私家車同巴士喺度等燈。行人路終於返去行人嘅手上，老人家可以安心咁喺條街道散步，家長亦唔使再好似房賊咁張望周圍有冇車衝過嚟。對於好多深受其害嘅深圳市民來講，呢個4月簡直好似做咗一場美夢，大家大讚政府今次夠果斷，終於將呢座城市由野蠻嘅農村集市狀態提升返去一個現代化、體面嘅國際金融中心應該有嘅樣。但係喺呢一片掌聲嘅背後，卻係另外800萬個靈魂嘅無奈、彷徨同悲鳴。呢一條雷霆禁令，將深圳呢座城市原本隱藏喺繁華背後嘅基層生存矛盾，赤裸裸地撕裂開嚟俾所有人睇。首當其衝，受影響最深遠嘅，就係全深圳幾十萬名靠送外賣、送快遞為生嘅基層勞工。對於呢班人來講，電雞唔係乜嘢休閒玩具，亦唔係可有可無嘅代步工具，而係佢哋全家人賴以糊口、揾真銀嘅揾食架生。依家政府一刀切，不單止嚴查改裝，仲限制好多路段嘅通行時間，甚至連好多商業區、住宅區都直接禁止外賣車進入。呢個舉動等於係直接扼殺緊佢哋嘅生存空間。有一位35歲喺深圳跑咗5年外賣嘅外賣仔，喺網上發咗一條片，講到眼眶都紅晒。佢話以前雖然辛苦，但係靠住部改裝過、續航力強嘅電雞，每日跑夠12個鐘，每個月總算可以穩穩定定執到700-8千蚊人民幣，寄返鄉下養老婆同埋2個啱啱讀緊小學嘅仔女。但係依家4月新政一出，佢架車因為超標俾人沒收咗，逼住要用返符合國家標準、時速最高得25公里，而且電池容量細1截嘅新車。最慘嘅係，依家好多住宅區唔俾外賣車入，佢每次送外賣去到屋苑門口，都要將部車泊喺幾百米外嘅路邊，然後提住幾大包外賣，用自己2條腿拼命跑入去，行樓梯上10幾層樓。因為速度慢咗，行路時間長咗，佢每日可以接到嘅單量直接縮水咗超過一半。以前一日可以跑50單，依家跑足14個鐘先勉強送到20單。再加上超時要俾平台罰錢，佢計過數，扣埋租房同食飯，依家一個月可能連3000蚊都賺唔到。一個35歲正值壯年嘅男人，面對住每個月固定要交嘅房租同埋鄉下嘅開支，喺鏡頭面前欲哭無淚。佢嘅遭遇絕對唔係單一事件，而係依家全深圳幾十萬外賣騎手正在經歷緊嘅中年危機。除了呢班外賣仔，一般嘅基層上班族同樣係怨聲載道。深圳雖然地鐵發達，但係你要明白，好多新發展區或者關外嘅地方，好似龍華、寶安、龍崗呢啲區域，地鐵站同住宅區、工廠區之間嘅距離依然非常尷尬。以前好多打工仔可能20歲左右出嚟做嘢，或者30幾歲成家立室買咗關外嘅平房，日日就係靠價1000、2000蚊嘅電雞，花10分鐘時間